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摩汉中间有了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哈。今日同大家报道的就会讲客家西安白话语文的文法研究。第6课客家语文，希视那个层次、音语性实际的理解的文法，课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安尼哈。同时提供本研究同写作，以及有兴趣客家白话语文嘅乡亲大家啦来做一个参考，同时共同来做研究。大家都在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地方、行业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史文语、歌曲词嘅用法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法度、程度、正确度、专业办法，一个圆满主权嘅一个来研究。好势，也希望对客家嘅语言嘅注音组合教学嘅欣赏以及受持大家。对要有相当来做个研究，使得老师用语一个语言能够分明脱略好谈，同时希望各位乡亲大家一个忠心大家，我嘅录音来多听多参考，主计方面也多来看啦，本文也多看了几遍呢哈，所以客家白话语文嘅。方面，自然能够通顺又流利好谈，同时能够这个承接客家优美嘅语言同一个文史安尼哈。讲到客家语言呢，今日特别播放3条歌嘅客家歌嘅，一个有一个最敢讲客家话嘅歌声。嘅碰碰手指所唱嘅南市嘛，以及林义文手指所唱嘅愛情呢，同時一個陳淑芳手指所唱嘅新時代嘅戀愛啦。以上3條歌嘅語言，客家嘅語言相當嘅準確。大家記得不同國家族群地方以及文言文同白話文等等，各有不同嘅語言、語言、文史、文語，尤其客家語文、文言文中有不少用這個客家語嘅文言文中當首用到連音詞、衝上詞、感嘆詞、稱詞、戲詞，只是冇客家嘅美式嘅存在。客家連音詞嘅，呢度嚟嘅一個兩個嘅嗌嘅一個相同嘅使用在客家語文嘅文化上各有不同哦。所以這個呢提供俾大家嚟做參考。一個兩個一個呢，頭前是睇下嘅是接名詞，這個單位名詞，頭前是接數詞。也係只是推名詞，一個另外講到一個音，同也呢兩個文語有所不同哈。第二點呢，我哋嘅啲個副詞，前面是接動詞，末途形容詞。第三，介紹為介係介內詞關於講嘅是介系詞。頭前是接名詞，也係接推名詞，但當前客家語文中一概都有單腳嘅係一個兩個睇下嘅簡體詞冇符合到客家語文嘅文法嘛，一點所以這個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來做個參考，來共同來研究，當前所用嘅嘅特色有一個連音詞，有為了人們能嘅別個音安尼哈。接下來呢，我哋共同來研究
客家语言白话语文文化的研究第5课啊，一個本文客語文言客語文客語嘅起始層次言語性嘅設計嘅理嘅課文呢，一詞一語對咗嚟錄音本大家嚟參考嚇。一個本文客語起始層次語言設計嘅理嘅，一般在鄉間也係在舞台表演與講話之中，經常有起始語言加添於其中啊，來加強語義嘅表達。有時那係冇用起始語來填補這個語言，就不能也係加強話語嘅意思。善用起始層次嘅時間啊，有面向唔到嘅講話效果，但文讀時可能就當時用到白話文嘅起始文言文有文言文嘅起始，就係文言文與白話文嘅使語不同，客語與華語文嘅白話文也有所不同。客語白話文都係有當多一個起始同一個層次嘅用法，所以我哋對一個起始用語嘅用法呢，也不冇妥當嘅時間，就會造成了華語同客家語交叉不清楚嘅現象。所以本報道各篇之中，以順序先來了解連音詩運用嘅要領，客語起始用語與連音詩有動態嘅關係。在客語起始嘅音語性嘅固定呢個 R、A、O 嘅作為基礎，再加上聲母一個R 嚟講啊，係咪啊？哇啦呀嘛那亞加巴嘅音，雖然客家語起始音相當於層次一個稱上嘅稱嚇，一個上副嘅稱義嘅稱，層次在客家山歌同客家白話語文之中啊，可以講啊，不可缺少嘅語詞，就同連音詩、感嘆詞、創傷詞等一類一樣，係客家語文之中嘅次要嘅部分。但是社會也都有此類嘅講究，語文使語就可比作嘅西裝欠缺內個帶兩帶一樣嘅美中不足嘅，也嚟將熟悉資料整理本大家嚟做個參考。寡婦地度嚟嘅呢，就郭書強提嘅以實嚟也和一句話，以實嚟也和一句話，按郭書強呢，以實嚟也和一個連音，一個也和一個是連音，層次嘅連音，以實嚟也和本意思是講啊，第三者同人表面，而已經實嚟，後面加上一個也和嘅兩詞啊，是重複嘅語義，重複嘅語義，聽語我哋嚟看文化嘅說明。話音呢，雖然嘅啊頭度講啊，啊嘅音啊，話和也有一個啊讀到啊嘅時間呢，後邊用和一個音啊啦嚇，在古天就用音，後邊嘅哦呢就和一個音。和也有四聲音嘛，嗰啲呢會講，也有數了一個實嚟嘅音，一個三個連環，有個連音式嘅變化，所以在本句之中，也和兩詞嘅語音固定不變，只有嚟一隻詞，了一隻詞啊，一變呢係會全部變啊。也提做一個連音詩，
随前面嘅韵母尾音做嚟转音，所以失嚟也无三则是都会连环性嘅记嘅。第二，也无因为固定用语也无嘅记法，后转接叹号。那系用记号嘅时间呢，我呢就要用 T33，也就文法上嘅一个关系，在本期这种呢，通常都用哇一个音。第三，我哋嚟看句型，一个句型佢失嚟也无，而失嚟也无，一个句型喺度呢，通常呢有佢多音，都用哇嘅音。第三，句型动词同形容词加上嘅了嘅特式呢，就变成了也无。练习嘅句嘅尽量带下，以轻美也有，记法可以当讲嘅也无，嘅提示嘅款呢合白也无，款呢合白，就是讲嘅款呢宋黄嘅白字嘅眼字甲话可能是白字款呢合白也无，第五水棍呢也无，也无。第六拿来十白也无，第六技能呢也无，技工头话技工呢，技能呢也无，看呢也无，灭嚟也无，一句话可以讲嚟也无，一句话呢可以到一个用语。随着呢，这个而失嚟也无，一个嚟呢，到前面嘅意思而轻美也无，后边嘅也无用会变咯，因为嚟一个那个了嘅特式呢，是为了音咩呢嘅别嘅音，所以 A 音后边一定是也无，所以讲提起。而失嚟也无有很多神奇嘅语言出现，再看我提議嘅失看哪里呢？失看哪里呢？一个东西像失看哪里呢？本義是指像睇人家看哪里，看哪，係咩安呢？告訴人個安尼係咩安尼？像他人家来吃，关于讲试一试吃看哪里，就来判断这个成果是样板如何，来我哋来文法嘅说明。看哪里呢？哪里呢？是固定语词，这个语词，看是辨识的意思，辨别。来分别的意思第二，阿雷呢，完全是虚字，有拜托要求的意思看哪里呢，是哪里呢，听哪里呢，有一个意思，一个语言第三，系连音字，也没连音字有哇啦呀嘛那啊嘎巴嘅音一个看是输入样上后边講那看哪里呢？是哪里呢？聽哪里呢？後來再看第四同哪看哪係感嘆詞，看哪里呢？拜託嘅意思句型，我哋就看那个句型，另外一个句型，动词加上形容词，加上看哪里呢？看哪里呢？句型的练习，關於講花王
发明飞飞啊，唔再来贪污困难咧呐，也就讲啊，法律上概念啊，概念条，唔再看，唔再来贪污困难咧呐，啊，就是不可以的意思，不可以的意思啊。好，听一句，好，食材好，唔来吃困难咧呐，啊，唔来吃困难咧呐，啊，一个非常的白话。听起来也还是很有意思啊！哈，第三，那过去做困难的呢？啊，困难的呢？所以地道里嘅后背啊来拿啊，一个是连音字，三枚做来做连音嘅哈，一个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一个谈困难事嚟拿啊，讲困难事嚟拿啊，一个啊是瓦拉亚嘛那个主要是在啊嘅一个音。第三，对这个好为嘞呐，好为嘞呐，哦，意思讲确定已经好了，很停止和禁止在进行的意思啊，个意思啊，也这个下边会讲到关于本其他人他唔是个啦，会了解下的哈，好为嘞呐，好为嘞呐，啊，文化上面，确定已经好诶。那个来喊停止哦，禁止在进行的意思，文法上来拿哦，停止来拿哦，那个来拿冇叹号时呢，那个冇叹号的时间啦，就变成第三上啊，后来呢拿，后来呢拿啊，那个拿第三、第三呢，也意思冇嘛相同啊哈。第三，机型同时加上形容词加。来呐，哦，本机型嘅翻译就好了啦，好了啦嘅意思啊哈。好来，我哋来看第四嘅一个句型的练习，句型嘅练习，好为嚟呐，哦，啊，歌差唔多啊咧，哦，好为嚟呐，歌差唔多啦咧，啊，哇咧，啊。即那个是劝出要求拜托的时间，用拿啊第三场，用演出的呢用第二场，所以第二场也就文法上呢好为的拿，哦，也就是我身边的人讲的，好为的拿对远方的意思啊，好，果然呢啊，第二来那个是话嘞。啊，是嘞，呀嘞，啊，是嘞，是嘞呐，哦，是嘞呐，哦，一个已经吃了的意思啊。第四，困难嘞，是困难嘞，意思是要求去看一下，文法说明啊呢。是连音字有要求完成前个动词的意思哈，看啊一个啊困难嘞，困难嘞啊那哈，一个嘞一个音呢有单词，做协助动词的用法。第三，本句那系只有动词看，社会啊嘞一句话呢有含义。那个意思不分明啊，困难嘞啊，那哈机型，安尼嘞，一个意思讲啊，双单动词，困难嘞啊，困难嘞有两种个机诶，啊嘞一个哈，一个提示机型的练习，就用困难嘞一个机型来做练习，300。电哪嘞，300，电哪嘞，钱唔钱减呢？啊，钱唔钱减呢？啊，意思就讲啊，电哪嘞？啊，钱唔钱减呢？啊，第二，是哪嘞？啊，那就是会某样嘅啊，是哪嘞？唔是啦，会某样。嘅嗬，冇日嘅嗬，一個
叹号的时间呢，用嘅安尼，唔係叹號嘅呢時間呢，個磨日嘅，磨日嘅同磨日嘅啊，樂一隻詞啊，所以嗰度象徵呢，用本音用 A 音嘛，所以表明出來意思啊，所以一個 A 音。樂一隻個有 A 音，但是我要變成連音詩，冇用本音 A 音安尼嚇。第二，大班講啊咧，嚇大班講啊咧，人有人愛嚇，大班講啊咧，人有人愛。第四，去嗰個話咧，去嗰個話咧，條都是。啊咧，也變成哇咧，因為數到個 O 音，讀到烏O 嘅時間呢，我用 V 嘅音啊，去嗰個哇咧，跌到變偏冇配哦，偏冇配去嗰個哇咧，跌到偏冇配，一個記啊。第三，一個就另外一個記型咯。闽南人講啊，做話咧，做話咧，就講啊，咩啦咧，咧一個音，一個咩啦呀，啦呀，一個呀呢是嘆號，一個嘆詞，咩啦咧，咩啦嘢，咩啦嘢，詞語我哋嚟看語語，用命令會在要求嘅做一做。嚟做可能做話咧，做話咧，文法上面啊為連音詩，有哇啦呀嘛啦嘎巴嘅音，有要求完成前一個夾嘅動詞，條件夾動詞。第三呀就嘆氣，嘆號，接受指令者含有在考慮嘅意思，第三。本句那係社會咧嘅拉呀，咩拉呀，咩拉呀，就是拉呀，一個音以後呢，就含義不明，意思不清楚，所以講啊，一句咩拉呀，咩拉呀，要求人家來做，咩拉呀，種啊啦，種啊呀。種啊呀，咩啦呀，後來也看第六句，識咧，一句話，一個識咧，一個就啊同 D 嘅用法版，一個流量嘅連音詩，英語就慢慢咧，告訴你個慢慢嚟識，結果是黑的，使用嘅機會相當多，要用一個機型嘅客語長度，要用相當好嘅人才會講啊！咁樣看文化嘅上面，本句啊同 D 一兩句是吧？啊有哇啦呀嘛啦嘎巴 ，D 呢有為了嘢咩呢嘅別嘅音，都係連音詩，聲母嘅變動。也係相同，因為啊同一個 D 好好地嘅 D 兩隻詞前面嘅動詞同形容詞都係強則詞啊，就講啊，識咧，看咧，邊話，係咩，一個啊同 D 是連音字啊。行嘅，我哋看啲機器嘅練習，行嘅，本意行到位，本意行到位，告訴人講本意行到位，第二撲家撲嘅，告訴講撲家撲機，本意撲槍嘅，拍啦咧，撲家撲嘅，也本是用拍啦咧，會拍起來，本意拍槍嘅，第七一個非常嘅重要
牙跟义的分别牙有啊拍架，有啊拍架，一个东西是有的啊拍架有啊拍架意思请问有的也是拍架也是拍架，一个有啊拍架，一个用意志的意压制的意思但是也有两个是无相同的时间呢，而用意牙一个也还高有谱所使用的，但是一个前后的相同就要用也是的也就是本机也同哇一两个变化拍架有啊拍架。拍架有风拍架一个也同嘞是也有未来一面的个别体上呢相同有未来一面的个别体上，本体也固定体上呢是体上，第三上的疑问句拍架有拍架有那讲。第二，牙前面未讲腔类不同的项目，各种的词类各种的词类，我哋来看机器用来构造是用的，各种词类加上牙加牙跟加前面不同，腔类的各种动类用字拍架有拍架枪拍架有各位乡亲可以讲有时间用一个机器来做个变化也就讲一个机器再来讲机器的练习，是打好是牙水呀是打我是打水呀一个音同一个牙同嘅音的连音字是打水呀水彩是打水呀水彩是打好唔是打好所以一个爱用起码念我用起码念也就是牙同嘅区别，也中间头都同大家所讲过我用一个意志一个压制的意思那个牙系牙，就是一个教育部所用的牙用个牙，有前后两个是水彩引线的意思，那还用也是的也呢？也就是讲前後兩個都隨便都可以嗰啲係會講到底愛也唔麻，到底愛也唔麻一個就白話文一個題板說話好面拿好兩個都可以的意思，本機會有兩個動作，隨意選擇都可以兩個都可以說話好面拿好，一個也又是也是的也，要用也是的也同單個的也呢是冇相同說話好面拿好文法的說明講我們大家聽，本句也是的也係連接詞都係專業詞連音詞，那係不用連音的用法，一利用音的時間呢也做得，不過語音結合缺少的美化的效果也都頭都講錯也好面也好人聽得出啦，但是用連音詞的時候錯話好面拿好人哋個微妙的記憶出現，所以我哋講一個機器呢各種嘅類型也好
各种词类加上也好，加上各种的词类嘅也好，两者皆好，选择一个啊。一个就讲啊，也是的也的用途的也这个哈。练习的记，我们来看看是啦。以那加好嘅叫话好哦，使用穷阳安家啊，使用穷阳安家，其實都會講啊，一個細妹啊，那家好，叫話好，使用都會講，好看啊。我聽伊，伊氣也好，坐也好，坐也好，一個就坐，用後邊嘅話好，後邊條件嘅字也好，一個就連音字。起有一，所以用呀。错是乌啊凹乌的时间来的瓦好哦，都是出彩嘅很自然啊。亦都講啊，伊起也好，錯瓦好啊，都係出彩哦。錯瓦做唔得，起也做唔得安尼話嚇。好，第幾位一個記嘅就講啊。來呀來咧，來呀來耶，來呀來耶，一個本語有馬馬虎虎、酸的意思哈。漢語就是講講究、酸的嘅意思，酸了嘅意思啊，酸了啊，就是講酸的啊。文化上面，本語啊同了呢，都會轉音詞，連音詞。同時兩字前一則是都係用窮陽嘅啊，來呀來耶，說啦說咧，看啦看咧，用一個語音，一個傾嘛傾咩啊，一個連音字啊同了一個變成一個語言，本句啊同了呢是做連音詞哈，聽語。非感嘆詞句型時嘅，從第三則詞啊，一個感嘆詞用第三層，一個沒感嘆詞嘅時間呢，一個非感嘆句型嘅時間，了一則詞呢用第三層，句型一個頭都講過嘅嗬，A 動詞加上再加上。一個後尾講一個說啦說咧，看啦一個樣嘅。其實句型嘅練習，做話做為哪有法度？做話做為哪有法度？話為一樣嘅頭前呢，做話做為用 V 嘅音呢，因為有 O 嘅音，讀到烏啊凹 O 嘅時間用 V 嘅音。說啦說咧，用 T 嘅音，說啦說咧，加愛揾意判出來咩？說啦說咧，一個加愛揾意判出來咩？一個本句嘅語音來咩？來係關係的係呢，有三種語音一個關係的係。假使係問候嘅時間都咩，嗰個轉折句有咩一個音唔咩一個音可以改變為來係咩嘅語法嘅其實咩咧一個關係的係。那個不是探子美嘞與肯定問句，這樣子嗎？安尼美安尼美嘞不管是對是錯不管是對錯按文法，一個美呢用在疑問句、否定句、轉折句轉折的句一個是頭都講過嘅句型語味嘅句型。我哋來練習下啦，唔講安尼咩，咩咧唔講安尼咩
美咧吼，安尼讲美咧，安尼讲美咧，有迄个客家话无吼，安尼讲美咧，天意就是安尼嘛个，就是安尼嘛个，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也激发呢，在内部的方面的男性的惯用语，安尼美咧，安尼美咧，这样子吗？女性只讲安尼美咧。好，第四位，好无也可能偶尔言，可能一个天上我一个我呢，也为了要么能够播个音，有天上的呢，表示附和人家赞美的意思。好我刚才去看这样好嘛？好我，提示附和人家，符合人家所同意人家所讲啊。好我同的意思，真好，讲好。好我好我的意思是有相反，么的意思好我那个好我就反问句，肯定了好嘛好我就肯定不好的意思啊肯定不好，所以一点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一个单词我了要么那个播一个天上、天以上、天上上、天之上同相同，按一个就那个好啊，好哇，另外一个呢，这个好哇就是不好的意思一个单词一个同天上称词当称词用的时间就按了哈。第十二，看你讲好三德语言嘅研究嘅三德词表示冇結果嘅嘢，竟然講話怎麼也表示冇結果，也冇斷點，冇牙見嘅嘢，後來這個題嘅用屁股出去有嘆氣，有不甚合意，勉強同意的意思有深的同意，表示樂意好，那個好呢相對下答應的意思是上的，下對上的就是你特別當兵那個時間呢，這個你就要去做，莫講好是當個批准下面去，是下面遵從上面的意思，一個大家注意一下聽呢啱條冇聲音嘅表示同意啱條。第六呢個表示不表示任何意思再來同各位鄉親一個好嘅典故嘅由來特別有兩個人講口前後各個人講口行路嘅時間呢口會當個有人坐前後兩個人必須保持路頭轉彎嘅狀況係樣嘅，兩者合作才唔會變口第一，那係轉彎時頭前嘅人會講一個後尾嘅人聽到一句話呢，馬上講頭前講後尾人就講嚟做接應表示已經知得啦。那係途中過橋嘅上架有牛時代，頭前嘅愛講後尾嘅呢，後尾實聽到嘅就講馬上就講愛講接應
表示已经抵达了啊。上家为有等等，路况的语言不认为本人老多，一个讲事人那个引分同含混咩含混一样哦，也就会讲啊，口的地图里，错口的地图里有人啊，在同时讲同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也现在出去了的时间啦，莫讲没有人啊，下家的哟，上家的哟，一下讲各家的哟，唔安尼讲，重复讲哦。因为讲啊，这引分、含混咩，就相当于头头所讲嘅讲口一样啊。只有好，也来做一个表示嘅意思安尼哈。所以出外旅行，一个下家、上家、下家，莫不是讲啊，上家哟，下家哟，有样安尼哈，一个我们讲很分咩安尼哈。第13，难为安尼，难为安尼，本意是讲啊，不然怎么会这样子的意思哈？安尼是指结果的意思，翻译等于翻译这样的安尼啊，一个D呢是副词，前面是接形容词跟动词啊。一个 D 呢是连音字，前面的韵母是 N， 按对多一个安呢就转变为 N 的音啊。这连音字后边是N 的音的时间呢，拿对来做连音字的声母的时间，用N个音嘅点出大家注意讲话嘅时注意哈。西安的载字呢，前面是 T 上嘅载字，前面是接名词或者动词，所以连音是中哦，按呢按那个连音是中用载字啊，按呢就前半句是按是用西安强，或者是呢是用海陆强，造成了语言的差别。所以一个连音式地图里，高一幅有18位表示出来，但是冇听以上嘅连音层呢，这个就是接到按呢而唔用载字，就变成 T 上嘅载字啊，头前是叫名词、动词安尼哈。所以西安强同海陆强啊，四上调之中啊，相差2个上调。但是入上市嘅时间呢，5上6上都好相反安尼哈。第14安尼讲啊，16何看呢咩？16何看呢？同何看呢咩？一个本意出自于李文谷学习课程那个人小明啥个好多戏中啊，有本意是讲啊，是古的爱留啊唔贴，爱留不可替的意思。但是剃头师傅汤的也两句双那个讲起来讲双关语啊，双关语啊，就是好坏都冇办法决定，冇自己嘅来决定嘅。但是一个剃头师傅呢，自己以上就将爱剃头的我来剃头，就将佢剃黑。剃到一半嘅时间呢，李文谷学习的对人小梦下嘅好多戏之中啊，火气太重，常几度讲扑上我来陪，最后火嘅剃头免费减费实力。嘅就係雙關語嘅迷糊戰略，大家要注意安尼哈。以上一共有44分，空6秒，一大下嘅呢，一個圖白話語文一共有16個，一個連音，乜嘅再講哦，客家白話語文嘅連音啊是union，英文嘅呢看呢連音，一個連狀嘅連，一個聯合嘅一點是不同啊！嚇，白話語文嘅文法呢，一共有16科，基本已經講到第6科嘅嚇。大下呢，希望大家向着看，同時客家語文嘅研究呢有100篇，也非常嘅感謝
一個國立台南大學博士生李文歡相信呢，熱心客家嘅白話語文推廣同研究啊，將我所研究嘅篇章錄音整理搭上 YouTube 啊，我哋嘅文章呢，有在客家電子報、屏東時報電子報一個悠悠教材同 Google 同雅虎都有YouTube 哦，給大家有點出來，所以希望各位鄉親能夠出時間來研究一下客家白話語文啊哈，一個雙명一打客家白話文嘅就阿廖伯所寫嘅哈，以上感謝大家，謝謝，再見。神夢按自西要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